圣诞的主日，当咱要开始今早起的礼拜，请咱将咱的手机关机，将这个时间分别做成归予咱的上帝。为什么我们要点4支蜡烛？第一支提醒我们上帝的释放与帮助的盼望，第二支提醒我们弥赛亚将来临的盼望，第三支再提醒我们玛利亚等待耶稣降生的盼望。点亮第4支蜡烛，这是天使的烛，提醒我们天使宣扬主基督为世界带来和平的信息。基督是和平君王，让我们与上帝以及世人恢复合一的关系。点亮中央的蜡烛，这是基督之主，提醒我们基督是圣诞故事的焦点。中央的白色蜡烛代表基督是世上的光，这是欢喜庆祝的时刻。基督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盼望、仁喜、喜乐与和平。他完成了预言，救主已经降临。
来啊！咱来唱歌阿罗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咱来吟圣诗69首，圣诗69首，请来忠诚信徒，请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是咱同心压头来祈祷。至圣至里面的爸，阮伫你面前承认告别，阮的本性是充满罪恶的。阮时常犯过失，搁得失着你。独你知阮会犯罪，阮有当时无小心离开你的道路，浪费你的恩赐，袂记得你的疼。主求你施恩伫阮的顶面，阮要忏悔你所无欢喜的事。阮求你带念你的囝，阮的主耶稣基督来赦免阮的罪。伫耶稣基督救赎阮至人子的天父，你有怜悯慈悲，你无快快生气，嘛无久长的责备。求你伫阮的救主耶稣基督的疼内面，接纳遐个悔改的心。求你用你的圣神引带阮，互阮会通行伫你
义的路。这时，阮求圣神光照，使阮众兄弟有智慧的心，有聪明的灵，会当明白今仔日的讲道。嘛特别恳求上帝，甲牧师三甲伫地，互牧师今仔日所分享的信息，成做阮众兄弟的帮助。这时，阮要用个主所教示阮安尼祈祷，安尼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这是咱的启用，今仔日的启用文是伫个以赛亚书第9章，嘛是伫启用的第41篇。咱三甲来交托。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生活伫死命地的人，有光在照因。你互因的国家强盛，互因大欢喜。因伫你的面前欢喜快乐，亲像得受收割的欢喜，亲像在分赠礼品的快乐，亲像你毁灭米甸的军队迄日，你有拍碎因底背的担，降断因肩头的棍，压迫者的边，侵略者的军鞋，过着火的军服，拢会做柴烧。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有一个囝祝福予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要称作显明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在的天父，和平的君王。伊的主权无穷，伊的和平无尽，伊要坐大笔的宝座，继承伊的王位，伊要用公平正义统治，至即时直到永远。一声万军的统帅上主一定会成全这个事。这是咱来看今仔日的圣经节。今仔日的圣经是伫个路加福音第1章46到55节，46到55节。我来读，我先读台语啊，台语汉字。玛利亚讲：“我的心尊主最大，我的神因为上帝，我的救主来欢喜。因为主有看顾伊卑微的女婢，对担以后，万世代的人拢会讲我有福气。因为全能的上帝为着我做伟大的代志，伊的名是圣。对敬畏伊的人，伊怜悯因到世世代代。伊伸出权能的手。”赶散心骄傲的人，伊将掌权的对宝座拖落来。卑微的人，甲因高升；骄傲的人，伊用好面，互因巴结。好业的人，伊赶因空手出去。
以辅助伊的仆人以色列，会记得甲因怜悯，照伊对咱祖先的应允，怜悯亚伯拉罕甲伊的子孙到永远。过来，我来读和合本华语的部分。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因为那有全能的为我做了大事。他的名是圣的，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他赶散心里妄想的狂傲人。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他叫饥饿的饱餐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不忘记施怜悯，正如他对我们的列祖说过，怜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愿上帝祝福听咱伊的话，搁去行的人。今仔日是圣诞俄罗的主日，感恩礼拜，所以咱今仔日诗班要为咱来俄罗，因要俄罗的是主曲。有一位拿撒勒的查某囡仔，伊真明白迄个预言，亲像伊的百姓玛利亚，深信弥赛亚绝对有一日会降临，总是大概无想到上帝要借着伊来完成即个心愿。伊绝对想袂到上帝会选伊即个送向未婚的少女，成做上帝救赎的器具。后来，当玛利亚将即个消息甲伊的亲戚伊丽莎白分享的时，
圣神感动伊丽莎白腹肚中枵袂出世的婴仔，欢喜着跳。安尼庆祝的代志就开始了。当玛利亚唱伊的尊主颂的时，伊所有的惊吓甲不安，就拢因为应允的庆贺无去啦。虽然这个朴素甲各样的拢无相款背景，总是因有一个特别契合的心思，就是因拢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代志分享给别人，因的懊恼无法度藏伫心内，就将好消息传播给每一个所拄着的人。快
那咱一定要献着咱的学乐，就是伫即个节期，将咱的欢喜快乐传播出去。遐个基督要拯救的人，伫今仔日游玩伫咱中间，就听耶稣所讲的话。上帝神伫我身上，因为伊为我抹油，爱我对送向人宣扬好消息。伊又找我宣布自由，互受关押的人，也互痴迷的看见，受压制得到透放。伊找我宣告，这是上帝疼痛的日子，这就是上帝疼痛的日子，这是娱乐的节期，这是快乐的节期。咱着向众人传播，救世主弥赛亚已经降临啦！感谢诗班真水的学乐。这时，咱要请牧师来正道。牧师今仔要正道的题目是：我心尊主为大，我心尊主最大。
大家平安，圣诞恭喜！咱本主日是大降节的第4主日吼，25号才是纪念耶稣诞生的日子。因为咱是守主日的关系，所以咱是伫咧今仔日来庆祝耶稣基督的救主诞。今仔日应该讲是昨啦吼，昨拄啊好是冬节，也是咱安尼一年内面的即个讲日头安尼上底安尼暗时吼上长的日子。我摕即张图是伊咱的冬节是照农历啊吼，伊拄好面顶看的是写12月22号，吼咱会通透过伫咧一年内面安尼迄个日头上底暗暝上长，安尼咱伫咧即个中间来庆祝救主耶稣的即个诞生是格外有意义。事实上到今为止，还阁无法度有人确定知影耶稣伊道成肉体降世成做人的迄个真实的日子是啥物时阵？乃是伫咧即个咱规个基督教会安尼伫咧又对迄个受压迫，一直后来成做罗马帝国的迄个国教了，规个大公教会安尼因伫遐落尾手用迄个咱讲希腊神话内面迄个太阳神的迄个生日来做成做纪念圣囝耶稣降生的日子所以这只不过是干咧纪念耶稣的诞生为虾米选择即个太阳神的生日来做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拄咧象征着，亲像伫咧马太福音内面所讲到的，迄个安尼伫黑暗中有看见大光，伫死荫的地下有光照因。咱会通想象讲，伫咧冬节安尼拄好安尼是日头上底暗上光的时阵，开始伫咧迄个安尼日头搁过来，咱对冬节了，咱会通看见，就是咱的日头会一天比一天较长。耶稣来到即个世间，就较亲像迄个光照入去伫咧即个黑暗的内面。亲像伫咧约翰福音内面嘛有讲起，就讲迄个光伫黑暗中在照，黑暗毋捌赢过光。这也就是为什么选择即个日子来纪念耶稣圣囝耶稣来降生的迄个安尼由来。只不过是干尤其伫咧咱现今即个世代，安尼落尾手经过安尼真侪只个安尼商业炒作，规个圣诞节变成做即个家人团聚朋友彼此伫遐来安尼馈赠礼物的一个日子，互迄个规个圣诞节安尼小可变了味。毋过认真讲，咱规个基督教会应该上大，应该爱大肆庆祝的日子，应该是过偌节若毋是耶稣基督，伊承担咱世间人的罪，被钉死伫咧十字架顶，伊有埋葬。安尼第3日对死人中国安尼咱规个迄个基督教的信仰就变得无意义。咱今仔日只不过是干纪念耶稣的生，咱搁较爱知影，伊是伊为着咱会死，是为着啥物人来死？搁安尼，咱伫迄中间会通真清楚来知影，耶稣伊是安怎要成安尼道成肉体来到伫即个世间。伊为咱、为你、为我来死，伊一摆安尼会安尼讲付上代价，就完成天父上帝救赎安尼迄个计划。咱搁转来到伫咱今仔日的经文，今仔也是咱今仔日诗班所献的诗歌的部分的经文。咱要搁一摆来聚焦伫咧即个玛利亚的即个尊主颂的即个顶面。伫咧耶稣基督降临的中间，咱会通看见上帝伊的应允，
安尼伊的迄个应允来得到成就，佮伊的疼会伫咧安尼耶稣降生了，安尼来得到迄个安尼启示。玛利亚伊伫咧领受天使安尼对伊的迄个传达即个信息了，伊伊对迄个真困惑的中间，落尾手伊来安尼得到信靠。咱今仔日咱今仔日会记个经段，原底本底爱对39节开始来读，吼，会通看见着迄个天使怎样来对玛利亚来安尼宣告，伊要安尼生一个囝，就是对圣神来投胎。所以伊伫咧原底，伊伫迄个中间，伊伫遐讲，我就还袂出嫁，哪有即个事？伊对迄个困惑的中间，落尾手，伊伫遐来用着信心来伫遐宣告，伊安尼用着满心的迄个相信，搁伫遐来讹落上帝。伊伫遐为咱安尼拢安尼树立了一个信心的一个典范。伫咧伊还袂诚进前，伊就伫遐中间来用着信心的宣告。所以咱会通看见规个迄个伫咧启示中，伊的迄款安尼愿望，规个咱会讲伫咧规个迄个整个迄个叫做天启的迄个过程，毋管是伫咧旧约先知米赛亚，迄个米迦伊伫迄中间伫遐有言讲，迄个迄个米赛亚要对迄个卑微的伯利恒来伫遐来诞生来成做牧养以色列的一个君王。是后来天使来玛利亚所报的即个信息。玛利亚伊伫咧中间，伊只有甲伫遐来回应，伊安怎回应？伊讲：我是主的女婢，愿照你的话伫我的心上实现。我是主的使女，愿意照你的话实现在我身上。这也是不断伫遐来提醒咱，上帝时常会安尼用着迄个咱安尼讲疗伤袂够。迄个包括迄个处境也好，也是侪即个咱想象袂到的代志，伫遐来成就伊的救恩的计划。佮咱伫咧迄个中间，咱是毋是有愿意伫迄个中间伫咧安尼看起来像是真平凡，甚至咱伫咧困境的中间，来伫遐来敲找上帝作为，愿意伫遐来接受迄个对上帝迄种安尼讲。出人意料之外的迄款安尼的恩赐，当咱伫遐来顺服主的伊对咱的呼召的时阵，咱就的确要安尼有经历到迄个安尼，咱讲出人意料的迄款安尼的迄个平安，甲咱同在。第二，咱会通伫迄中间会通看见的，就是迄个上帝疼痛玛利亚伊伫咧尊主上的中间。伊甲迄个伫咧诗篇第80篇内面的迄个呼求，拄好伫遐来互相伫遐来呼应。伊伫遐来见证了上帝是一个满有怜悯、甲着慈悲的主上帝。上帝疼毋是干那因为是因为毋是因为人有做啥物好的代志，乃是因为伊的信息甲着伊的恩典，伊安尼。重视伊所应允的，伊伫迄中间安尼伫遐来回应，也遵守伊所立的约。所以咱也应该亲像即个诗篇的诗人以及玛利亚共款，来向上帝来发出迄个安尼讲迄种全然的迄个对伊的迄款安尼信靠，来伫迄个中间伫遐来安尼回应主伊对咱的呼召。第三，咱伫咧中间，咱也爱伫咧即个迄个咱也爱伫咧迄个顺服的中间，来伫遐来安尼，将咱家己来成做活祭。耶稣基督的迄个降世，伊展现了一个安尼完全顺服上帝天父旨意的迄款安尼迄款的性命。伫咧希伯来书第10章内面讲看，我来是要来实行你的旨意。所以主耶稣伊来到道成肉体，来到这个世间，伊的牺牲成做一个成就了迄个永恒的迄个救赎，将上帝的疼
真具体来安尼展现伫咧世间人的面前的眼前。同款，玛利亚伫咧当伊伫遐听见着安尼天使来传达迄款安尼信息的时阵，伊迄款安尼的回应，伊伫遐搁一届伫遐讲，愿照你的话伫我的心上来实现。伊伫迄个中间，伫遐搁一届来彰显着伊迄个愿意顺服主的迄款安尼的旨意。今仔日咱也应该来效法着玛利亚对主迄款安尼的回应。伫咱的生活中，咱不管咱拄着偌尔大的困境，咱通想象玛利亚伊所拄着迄款安尼天使对伊所讲的，一个未安尼也未出嫁的在世女。伊要伫遐来怀孕生囝，伊所面对的是，伊爱安尼遭受到，有可能伊会互人用石头来甲钉死，的迄款安尼的迄款处境。但是伊安尼讲，咱讲叫做义无反顾，伊伫遐来讲，愿意照你的话，安尼伫我的心上来实现。咱伫咱的生命内面，咱是毋是有欢喜来？亲像玛利亚共款，咱伫遐来，伫咱的生活中来伫遐诚做偌济。不管咱今仔日咱所拄着的困境，咱今仔日所拄着的侪遮的挑战，咱伫迄中间用着一个顺服、真欢喜的心情来伫遐来接受、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呼召，以及领受上帝伫咧迄个困境，甲伫咧迄个挑战中，伊所要赏赐互咱的迄款安尼稳定。上落尾，咱爱想到的是，咱爱亲像伫咧即个玛利亚的即个尊属上内面，伊伫遐充满了伊对上帝的迄个大权能，伊的迄个能力，甲着伊的性格，甲着伊迄款对上帝迄款的信实的迄款安尼宣告。咱伫迄中间，咱会通看见玛利亚伊看见了上帝对迄个谦卑的人的迄款安尼的提拔，伊伫遐讲。伊讲，伊人民敬畏伊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伊用迄个大权能的手来赶选迄个心内骄傲的人。搁伫迄个中间，伊叫遐有权柄的人来安尼落去伊的位，互迄个卑贱谦卑的人伫迄个中间来得到高升，互遐个骄傲的人会通来得到帮助，互遐个富有的人伫遐来空手来伫遐来转去。伊来伫遐来辅助迄个伊的仆人以色列，无袂记伊的人民。咱会通伫迄中间看见玛利亚伊款安尼的宣告，主要就是伊伫遐来体贴迄个上帝的心意。咱今仔咱会通看见咱今仔咱的即个社会，咱会通看见规个全球，真侪时阵，遐个安尼有权柄的、有气力的，是迄个手骨较大只的。伫遐来欺负，亲像咱会通看见已经安尼战争久的即个俄罗斯甲乌克兰，有搁要用枪夺的，我的手骨比你较大只，我就要来甲你拍。迄款安尼迄，伊伫迄中间，上帝讲呐，互迄个富足的人要空手而回。所以咱今仔日咱也应该爱体贴上帝迄款安尼的心意。顺服上帝伊伫咱的心内所藏的迄款安尼的呼召，咱伫遐来回应咱的主，用着懊恼来回应上帝，伊对咱每一个时刻的带领甲保守。所以弟兄姊妹，伫咧即个特别伫咧即个圣诞的即个节期，提醒咱耶稣基督伊的迄款安尼的降临，伊带来迄个盼望、平安、甲着喜乐以及疼。咱受伊呼召，咱伫咧中间来行跟对咱的主来伫遐来伫咧今仔日，咱也透过着玛利亚，咱应该效法即个效法着安尼玛利亚伊的迄款安尼迄款伊的心情，甲伊迄款安尼态度，用着迄个谦卑，甲着信心来回应咱的主，亲像伊。安尼伫迄个中间，伊伫遐讲起讲，我心尊主最大。迄款安尼的懊恼，来成做咱生命的每一个时刻，咱的生命的旋律。
咱伫咧咱每一个时刻来伫遐安尼尊主做大，来见证伊伫咱的生命内面的荣光，甲着救恩。咱同心来祈祷。稳定的主，阮搁一届谦卑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主，阮原是不配，但是因为你丰盛恩典，甲你的救赎，主你欢喜道成肉体，真侪人来到伫世间人，来到降临伫这个世间，为着世间人的罪，主你欢喜伫迄中间来回应天父对你的呼召。主，阮也看见玛利亚伊怎样用着信心来回应主你的呼召，也愿你的神不断来激励阮，来帮助阮。特别是伫咧即个安尼圣诞的节期，主阮恳求主圣神帮助阮，互阮会通安尼欢喜伫阮生命的每一个时刻，拢用着欢喜来来接纳主你对阮的呼召，搁来回应，搁行主你爱阮所行的，互你伫你的应允会通落实伫阮生命的每一个时刻。愿搁一届将阮本身恭敬交托伫你，愿你的神不断伫阮的生命内面来启发阮，来引带阮，带领阮，互阮安尼伫过来的日子，阮会晓安尼搁较学习谦卑弃权，互天父伫阮的生命内面掌权，伫阮所行所做顶面的每一样代志来荣光主。安尼恳求祈祷，靠出基督的圣名，阿免。这时咱要来先来洗礼，请咱来吟圣诗354首。圣诗354首，请所有咱咧今仔日咧洗礼的兄弟伫咧唱歌的中间，来到伫咱的台前有林尤阿树、廖贤哲、黄宗胜、郑怡君、郑彩缇来到伫咱的台前，咱来。安郎就来到，世界尽有就在你心在你，让你我想阮得到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国外了后，还未就天的大声有讲：天顶第一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
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就驾驶因手，告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第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对听伊的人有讲：恁着悔改，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赦免，搁未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的人，就是既那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但我也安尼对恁来讲，恁着亲信，恁若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即个圣礼典就要成做你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搁表明对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即时咱也请咱所有正会众来起立。咱同齐来甲咱的遮个兄弟遮个受洗兄弟同齐伫咧上帝面前来告别因的信仰。那恁安尼要受洗礼，恁就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告别恁的信仰，来应答我所要问的。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较大声咧！伫众人的面前来宣告恁的信仰。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恁着倚靠上帝恩典，真啊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无？郑义军，我愿平安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真才题，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黄宗胜，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廖贤泽，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由林阿树，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圣，高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我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南洋小会的权柄接纳恁做陪传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愿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用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儿女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因，求你用圣神降落伫因顶面来坚固因，也用恩典赏赐伊，互因来结连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伫你的内面。拄着试探的时，保护因，互因会精进信仰的好精进。愿你的快乐扶持因的软弱，保守因安稳伫你的疼，保护因会一世人来服侍你。
愿的主上帝，求你，互阮逐人对今仔日参加即个圣礼典了后，会搁较明白洗礼的意义。求你赦免阮，因为离开你的道路，直到阮亏欠领受洗礼的恩惠。求你，互阮会完全悔改，带阮倒转来归伫你，对他了后会做你尽忠的萝卜。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好，请坐，会场请坐。咱请咱的洗礼者来转过来，还没，还没。好，我先对者吼。这由林阿素姐林由素，林由阿素姐妹吼，伊迄落就是苏静姐的妈妈吼，贤泽兄吼，安尼来到伫咱中间安尼得到上帝恩典伊欢喜来安尼加做咱教会内面的一份子。黄宗胜吼，安尼。就因安尼全家吼，今仔日原地本地全家拢要安尼来同齐伫遮安尼受圣灵的洗礼。因为妹妹吼年纪较细，经过小会讨论了后吼，因三位吼，迄落安尼宗胜个彩提，甲着即个怡君吼，因请大声来领受圣灵洗礼。妹妹吼静杰吼，安尼先小儿洗礼。等甲安尼，伊年纪较大了后，伊才搁伫众人的面前来宣告伊的信。好，以上咱来鼓掌，来过来因。咱也请咱所有的小会员来接纳，搁包括咱的退任的长老嘛，拢来同齐来接纳。恭喜，恭喜！喜。好，来，请入席，请坐。这时咱要来小儿洗礼，请咱来吟圣诗352首，圣诗352首。咱来吟诗的时阵，请静杰来到伫台前。请爸母来陪伴。所行的礼仪，有关的伫小里，亲像该有用行脚礼，表明这里受损罪，可是
有人带细囝来就近耶稣，要互伊摸。耶稣接庇因，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甲甲学生讲，用阮细囝就近我，无得禁因，因为上帝的国是即号人的。我实在甲恁讲，凡那承接上帝的国，无亲像细囝的，决断袂得入去。就抱因，甲因换手，祝福因。虽然咱的细囝无明白这个事，要求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因是上恩典的约的后嗣。上帝用洗礼来带因来做上帝甲家内的儿女，互因属伫基督来做伊的百姓。所以请咱所有众兄弟来起立。当恁的细囝要受洗礼，恁就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告别恁的信仰。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爸爸妈妈爱回答的。恁着倚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着用基督甲好的行为来培养伊，互伊所行合伫上帝教会的法度。恁有要安尼行啊无？愿主祝福恁甲恁的细囝，帮赞伊守即个约。今节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父囝圣神的名，阿免。照耶稣基督的命令，即个细囝受接纳。入伊的教会做卖肥餐的会员，有份伫新约的恩典。当即个细囝的父母甲会众亲自来作证，也着三角分担责任来培养伊的信仰，直到领受更新礼。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永远伫地的上帝，阮恳求你来保守、照顾即个细囝，引带伊的身躯甲灵魂，互伊的智慧甲年岁哪加添。上帝甲人哪听伊，阮求你将恩典丰富来赏赐伊，引带伊平安经过做囡仔的时期，救伊脱离少年的游戏。直到成年的时，伊会通家己来告别伊的信仰，佫会坚持到落尾。主阮的上帝，你的圣囝伫拿撒勒捌过世间的家庭生活，愿求你祝福即个细囝的家庭，求你赏赐伊的父母，甲见若要照顾伊的人，互因有智慧甲温柔的心来照顾细囝，通伫你听的内面来得到成长。我咱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免。会众请坐。来，俊杰是庄胜跟怡君的小女儿原底本地俊杰伊安尼，我有甲问伫咧迄个咧问道会的时阵伊嘛真肯定伊嘛迄个受洗课程伊嘛拢上了但是因为教会认为讲安尼抑个还没有成年啦所以有甲父母讲好势了，有愿先甲伊安尼。互伊领即个小儿洗礼，等待伊安尼
成年了，后来伫咧小会有因为算讲因会足特例的，毋捌遮细汉，讲要来成人洗礼，所以后来小会有安尼看到即个法规了，安尼后来有决议，就是讲伫咧以后国小以下是小儿洗礼，国中以上就是会使领成人洗礼。好，这是咱小会这边的说明。这时咱也要请咱的迄落小会员甲咱的退任长老来接纳。您请。好，来，请坐。这是咱要来领受圣餐，请咱来吟圣诗364首。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纪那属意的教会的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咱来听主耶稣基督对纪那归应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伊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受困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受困我的人，我决断无弃杀伊。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恁三个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夜肉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面有提饼祝谢，来爬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见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袂迄面有提饼祝谢，所以咱也照伊的名，安尼，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咱同心来感谢。
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个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诚做阮属灵的朋友。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免。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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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服侍长老。这边都还有位置可以坐，坐在上椅子上面。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然后伫别个宗派伫遐领受洗礼，也欢迎甲咱同齐来领受上帝的道。这个是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咱着行呢来纪念伊，咱同心来领受。食了也安尼捧杯。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洗入的，去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好使。
所讲，这个杯是新约，是我的血设立的。你若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当咱领着杯了，请咱安尼点点祈祷，求圣神来光照咱，看咱的心内有啥物款或者黑暗，求主来赦免咱。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你若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你若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会设立的。去若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个伫地。咱三个来祈祷。愿专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精华的食物，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会通荣光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免。这是咱要来收杯。
好，这时请所有学者咱起立，用使徒圣经来认识。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定是过死埋葬和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成全能的地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各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要来感恩奉献吼，咱请曾建民执事甲魏庄训执事来施献。至圣的天父，听堂上帝，阮感谢你，赏赐予阮你的圣子耶稣基督，成做阮上好的圣诞的礼物，拯救阮脱离死亡，进入你永远的国度内面。主，阮感谢你，当阮奉献伫你的面前，愿主你来使用阮所奉献一切，互这个好消息传播更加广阔，互更加侪人会当来认捌耶稣。阮祈祷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圣主名，感谢，阿门。这时咱要来颁发学士奖学金吼，这个学士奖学金就是鼓励咱的细囝，伫个这个主日学学习的过程吼，真认真来学习吼，毋是天天读册尔吼，学习这个嘛最重要。今年咱迄个经过老师的推荐吼，有4位，第1位是迄个
儿童主日学有2个啦吼，啊，过来青少年嘛有2个吼。儿童主日学部分就是真与爱，啊个郑俊杰啊，请2位小朋友那个鼓掌一下吼，来鼓励一下。真与爱就是建民执事的大女儿吼，俊杰就是拄小儿媳吼。过来青少年的部分有2位，薛雅信甲庄涵。雅信就是文哲甲美珍，因2位的大女儿庄涵就是盛勋甲徐伟老二啦好，这个咱请李长老来帮我们颁发。好，恭喜他们4位。好，这是咱来看本周的金句伫周报的后边本周金句在第5页这里咱做伙来读玛利亚讲：“我的心尊主最大。”我的神因为上帝，我的救主来欢喜。路加福音第1章46到47节，咱搁读一摆玛利亚讲：“我的心尊主最大。我的神因为上帝，我的救主来欢喜。”路加福音第1章46到47节，搁有好版的好，我们一起来。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路加福音第1章46到47节，我们再念一次。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路加福音第1章46到47节。好，这是咱来迎新报告今仔日有几位第一届来的兄弟第一位是李莲，是离开了好，那再来这一位是陈美玲姊妹，她住花莲，是慧丽老师的学生。要请慧丽长老把咱介绍一下欢迎，感谢主，感谢主老师他真的是很爱主，他把他一生奉献给主。其实从他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他就是有耶稣的那个爱，先爱老师，老师就很爱我们。所以老师传福音给我们，其实也是用很温柔跟让我们不会有压力的那种感受。老师会唱诗歌给我们听，
然后我记得国中的时候，我们有办歌比赛，大家都唱流行乐，就只有我们班是唱《爱的真谛》。然后我在当时就觉得老师很老古板，为什么要唱这种歌？但是我现在就知道那个《爱的真谛》里面句句字字都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我是在6年前在美伦基金会受浸。其实我很多次，我每次在讲，就是讲我信主的过程，我都会把慧丽老师他的那个种子的福音种在我心里面的那个感动，就是见证讲给大家听。那也是因为老师先把种子种在我里面，我才能够在里面发芽，然后由上帝来做收割。所以我真的很感谢老师，我也很感谢主，让我今天能够在这里跟老师重逢。然后我想要鼓励大家，就是传福音，其实大家都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那至于所有的结果，都是由上帝去做收割就好了。然后就是祝福大家在圣诞佳节，大家能够平安、愉快、喜乐。谢谢。好，谢谢。这个很受激励啊，也很感动啊。只是有一点啊，原来我们知道，当福音老师、基督徒老师要再增加一个技能，会唱歌。啊，足感动的哈。啊，这嘛是咱足好的激励哈。啊，过来是林锦秋姊妹啊，好，欢迎。好，你要不要简短的自我介绍一下？因为我爸爸哈本身是基督徒啊，我阿公是邻国，他是牛肉啊，我是等于是我是家族传代下来的女儿啊，这样子我看到有教会啊，或是有那个圣餐，有圣诞节或是过瓦节啦，我都会进来参加这样子。好，谢谢大家。好，欢迎啊，欢迎您，欢迎您。今天那个淑静姐，您是不是有家人来？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哦。这个妈妈受洗了哈，所以特地听说从台中是不是？哦，从台中哈，哦，就感谢们哈，好，欢迎他们啊。好，不晓得还有没有第一次来没有介绍到的？好，拢有了哈，好，好，那无咱们这个补充哈，好，过来请咱兄姐来看报告的事项哈，我们来看一下报告的事项。报告事项第一点哈，我想这个就请大家参阅哈。我们今天施行圣礼典啊，那么有成人洗跟小儿洗，就请各位兄姐过目。第二点也是请大家过目啊。第三点，咱的关孝日哈，今仔日哈，今仔日是团契的关孝哈。啊，后一个礼拜是教会的关孝日哈，所以咱请这个相关的这个同工哈，注意咱的日期。过来拜日，过来即礼拜拜日就是后日啦吼，后日暗时8点到9点，哦，即咱教会要举行圣诞泰泽烛光祷告会，啊，这个泰泽烛光祷告会是较特别的吼，啊，欢迎兄姐吼来参与。啊，过来就是下一个主日吼，这个请咱各位长执吼，甲各团体新就任的会长吼，爱特别注意就是后一个礼拜日吼，咱后礼拜我若是合堂哦吼，合堂啊，然后咱礼拜四吼要请各团契吼，这个会长甲服侍同工来报告咱明年度的规划吼，甲咱的经费的编列吼，这个事项吼啊，则请大家批判心来参加。啊，咱相关的这个凭证吼，请交淑芬长老吼，到时拢爱交淑芬长老。过来第六点就是。31日就是下一个礼拜二了哈，下一个礼拜二的晚上7点哈，啊，咱要举办这个岁末年终感恩祷告会，啊，咱兄姐若要做见证的分享哈，啊，通来这个团长哈，
咪咪姐妹来冯燕云哈，冯燕云来报名哈。好，过来具体的消息的部分就是今仔日下午7点伫宜兰运动公园的这个体育馆头前吼，有这个爱在圣诞、爱在宜兰的活动，好，欢迎咱兄弟来参加。有需要这个5名的陪弹跟进的服侍者哈，还有5名的摸彩兑奖同工哈，请兄姐来报名。这是甲牧师报名呀，好，然后愿意的兄弟吼。过来就是咱顶周的聚会甲出席的部分，请咱兄弟来过目吼。事奉表的部分，请过来轮到服侍的兄弟吼，咱备办心。上落尾即个是过期的报告吼，请咱家己来看吼。若是有毋对的所在需要更正，再找干事来做更正吼。好，咱来看即个今仔日祝福公道的事项啦吼。大道的事项就是林慧玲姐妹吼，杨志强弟兄，郭美兰姐妹就是正传的太太，搁王颖秀姐妹以及薛青姐妹吼。咱为着因需要的事项来即个大道吼，然后这牧师补充。兄弟平安。咱等的吼，礼拜煞有几项代志。第一个就是咱等的礼拜煞有爱餐吼，请咱留步。过来就是因为咱伫咧设教主日的时阵，咱无翕大合照，所以咱等下伫咧礼拜煞的时阵，请咱全部请咱拢留步，咱要来翕大合照，吼，今年度的大合照，吼，所以等下则请咱若迄个坐伫咧两边的，以及甲伫咧外面的兄弟，吼，拢尽量咱拢坐入来，咱来安尼安尼保留一个咱今年度的一个安尼纪念安尼吼，所以请咱注意咱兄弟吼会记哩，以上。好，这是咱来公道，请头咱同心来公道。主要说，阮感谢你，主，阮知你疼阮，总是主，你互阮整个的世界，上帝你拢了解。伫现今有侪的动乱，无论是俄乌战争，无论是中东的战争，主啊，你互阮看见，伫战争的时阵。款的残忍、无人性，失去着上帝你创造阮的美好。阿爸爸，求你帮助看顾，你怜悯阮人类，阮的私欲，阮的贪心，阮袂记得上帝你创造阮的用意，阮有当时会袂记得用人的兽性，阮伫遐互相的毁灭。阿爸爸，求你怜悯，互阮看见。会当明白上帝你对着阮的旨意，嘛求主你，互这个世界会当有和平，互侪人袂因为少数的人因家己的心思意念，互因的家庭，互因的生活陷入着一个亲像地狱迄般的生的当中。求主你保守看顾阮，互这个世界和平，互阮会当。平安来过日子，听阮的爸爸，我嘛要特别为着台湾来祈祷，求主你看顾阮这个国家，互阮每一位百姓，拢会当伫执政者有疼心的这个前提之下，为着台湾有好的执政，嘛阮台湾会当一切平安，看顾阮。伫这个凶恶的国际局势当中，求主你赏赐阮智慧，搁较有圣神，你亲自来保守甲引带。求主你看顾阮，互阮的老百姓拢会当平安来过日子。主啊，阮要为着阮教会的建堂来祈祷。主你知，你互阮伫遮徛起，阮要诚侪社区的光灯，互阮因为伫这个所在来徛起。诚侪即个社区的祝福，会当引带侪人来认捌上帝，互因的性命得到救。主，这是你所吩咐阮的，这是你互阮的大使命，互阮时时刻刻拢记伫阮的心。求主你帮助看顾阮。主啊，我嘛要为着阮
教会兄弟因为个身体软弱，为个经济需要，为个是心神的需要，拢求主你看顾保守，甲因带，诚做阮的帮赞。我嘛特别为着林慧玲姐妹、杨志强弟兄、郭美兰姐妹、王颖秀姐妹以及薛青姐妹，主你知因的需要、因的欠缺，求主你的帮赞，看顾阮。阿爸爸，阮无够业，求你帮赞，看顾阮。主啊，今仔日是圣诞的节期，求主你互阮知，伫圣诞的时，阮搁较提醒阮家己，无对着世俗来行，颠倒是伫世俗的当中来显明主你的疼。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伫生活当中，将上帝你爱阮做的行出来，互人因为阮来看见上帝你的光。阿爸爸，阮感谢你。阮安尼敬虔的祈祷、交托、感谢，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时，咱要来吟圣诗55首，圣诗55首，就听天使地吟讲，请咱起立，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圣。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咱用祝福诗歌，咱彼此来祝福。
好，这时咱要来合照吼，所以请咱坐两边的，咱尽量坐倒过来。好。嘛会使来徛中啦，咱这摕，这样。这样子你从那个后面这样子拍，可以吗？还是椅子需要桌子稍微，等一下哦，别，拉过来一点。转过来就好了，转过来就好了。这样子应该可以了。好，我姐姐，我姐姐，啊，牙医。